高雄的路竹頂個月29號發生一件死亡的車禍，24歲無駕照的駕駛開車失控，大力衝撞到2台機車，甲2位騎士來弄死。講這個駕駛根本就無考過駕照，所以伊違規賽車就路，即擺是以10萬塊交保，限制出境出海。紅色轎車通過路口時，速度真緊，率來規台車失控拍癱瘓。邊仔騎士聽到奇怪的聲，佫回頭過看，是講根本就袂赴反應。轎車直接撞向2個騎士，才幾秒鐘的時間爾，2個騎士攏撞倒在地。烏多擺零件落個滿世界，轎車佫一直衝到邊仔人行道去弄到其他車，弄到車平了才停落來。頭前個過路人一個聽到聲，驚甲趕緊走。這一個弄奪走一個姓李的小姐，甲一個外籍移工，總共有2條性命，造成2死的車禍。只是聽到剎車聲啊，還轉頭看，然後轉頭看的時候已經看到人飛起來，然後打電話好像是叫家人，不是叫救護車。起來應該也是植物人。死者家屬佇第一時間接到消息真艱苦，發生佇29高雄路竹區中山路的2死的車禍，當時經過鄉親將這恐怖的行車記錄器畫面鋪上網絡，伊講有聽到聲就趕緊走，避免講和這個車禍去傷到，伊嘛想袂到講會這嚴重。怎麼會撞上啦？這個肇事的24歲姓何的駕駛，伊知影講代誌大條啊，面對記者質問，攏無講話。伊用倆包根本就是無照違規的累犯，毋捌考過駕照，也毋過一再違規。頂個月車，敢若是使別人的車互掠着，轎車被扣了，家己去牽新車，結果到無1個月，又閣無照上路，即擺奪走2條性命。最後以10萬塊交保，限制出境甲出海。看在其他用路人的眼內，袂輸是一粒無定時的炸彈。對於死者家屬來講，恐驚難以接受遺憾所帶來傷痛，以及耽誤親人的日子。